闻咱关心伫基隆的消息，基隆旭川河早起8点左右发生有堵水意外，警方接到报案了，讲有人伫旭川河呢浮浮沉沉，马上用这个抽铃船去找人，差不多1点钟后伫出海口找到这个堵水的小姐，毋过已经无开啊。 风台造成的风影，互搜救艇直直摇，增加救援的难度。这是基隆旭川河警察接到一件跋落水的意外，赶到现场救人。那对抗风影，那甲人送上岸，急救人员赶紧甲自动心肺复苏机设立好，希望互跋落水的小姐恢复生命正常。 经过紧急救护，跋落水的小姐红色入去救护车送去卫福部基隆病院。这件代志发生伫今日透早8点外，伫自来街旭川河河道，传出有人跋落水，因为水流伤紧，一个啊就互冲去，看无人影。水流落去，我唔知插条呀，人有插条呀。较老水啊，老水啊。 因为旭川河流经过市区，而且是坎怪，消防队员必须先把搜救艇放落河面，才豆豆上艇。搜索的时嘛，定定有死角。经过1点钟，总算找到人。目前知影跋落水的小姐已经无生命真相，跋落水的原因该等警方进行调查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